道。头拄咱伫新闻当中有看到，即礼拜这气温已经回升，所以要大摒扫就来趁即个机会啊！今仔日北台湾嘛，总算是看会到日头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下半晡开始，除了东部的正方面，还佫有即个湿啊雨以外，各地头到拜四进前，拢会是侪份好天的天气。顶礼拜寒流到地，规台湾天气又佫湿又佫冷。日日透早北台湾总算出日头，气温回升。民众嘛暂时外滩唔免穿遐高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这礼拜各地高温拢伫咧20度以上，温暖的感觉就亲像春天已经来啊。各地大致上到了周二一直到周四呢，天气都会逐渐的稳定。周三、周四这2天呢，其实在北部地区，其实白天的高温也有机会来到26度左右。那中南部地区可能比较近内陆的地方，甚至有机会来到29、30度的一个高温哦。另外，落雨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除了东半部沿方面，也有零散小块的落雨以外，其他所在拜2到拜4拢会是相对稳定的天气。本周呢，比较明显的一个冷空气大概是落在周五这一天。2月2号呢，有一波比较弱的一个东北季风南下，不过对于低温的影响并不会太明显，主要是迎风面北部地区的高温会有下降的情形。不过北部白天的高温大致上还是可以落在21度左右。另外，气象署提醒，后礼拜新正假期进前，又有一波锋面会通过台湾。目前预估时间点是伫咧后礼拜2到后礼拜3。气象署嘛预估，这波冷空气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冷气团的等级。提醒民众，新正若要摒扫、要传年货，拢要好好把握这礼拜好天气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